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中秋迄天接到民众的通报，讲万丹乡宝华边的71号桥下骹有一只蛞蝓，农业处找厂商来处理，是用鸡腿甲绳才掠到这只的。这只有2米外54公斤重，目前只有看到一只尔尔，唔是5只。这农业处也要特别提醒咱的民众，若总有发现到这蛞蝓呢，就爱特别细腻，而且爱赶紧通报。屏东县一个蛞蝓出现，17有民众通报有蛞蝓藏伫屏东万丹乡河堤仑顶宝华11号桥骹，县府农业处委请专家来掠。只鸡仔福一喙拢规拢无，当然是会惊啦，他也袂惊，大家做事情就安尼拼尔。我们发现之后，因为有攻击性，所以我们才试着用买生鸡腿把它做引诱。有关府农业处委托的掠蛞蝓的专家讲，详细查看，只敢若发现这只蛞蝓临时传出的5只，经过检视了，发现这只蛞蝓是目镜开门蛞蝓。经过3小时的努力之后呢，有捕获了这只鳄鱼，长呢有207公分，体重54公斤。农业处这边也再次呼吁民众如果在野外看到这种具攻击性的野生动物，一定不要尝试自行处理。有专家讲，这种蛞蝓是原来种的，伫蛞蝓的种类内底体型算无大，大概会使大到1.5公尺到2.5公尺左右。种除了蛞蝓养殖户的引进，除了饲来食以外，也有民众会甲伊饲来佚佗。养殖业者他们可以建好一些防止脱逃的一些设备，有良好的管理，这样就可以避免养殖的眼镜凯门鳄外溢。温驯而且偏胆小的物种，通常是看到人会躲在水域里面，对他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原则上，我们如果有看到鳄鱼，第一件事情就是离开水域。过去早伫2006年的612水灾，屏东县北发生养殖场的目镜开门蛞蝓流入东港溪，是毋是到即阵拢还未工作？无到证实。也毋过屏东县农业处呼吁讲，民众若是有发现蛞蝓，爱协助来通报，莫动手去掠，避免危险。记者综合报道。